即嘛已经是8月底，就伫要开学啊。不过进前受到风雨吞大的中南部，菜色霜冻了真严重，肉的价数嘛同款大起。做营养午餐的业者，即嘛是头壳毛咧烧，因为业者甲学校拍契约，拢是一年拍一届。即嘛拄等天灾，无法度调整价数，都爱家己掠长补底。因那农粮署是讲，天气即嘛有较暖和，9月份菜色的供应甲价数都会较稳定。进前有大水雨，中南部青菜产区是受灾真严重，后这青菜价数是变真贵。就连猪肉价数最近的批发价每公斤也伫个100块以上，对着菜甲肉拢起起来。各中各小又搁即要开学啊，也过来团线业者一直讲挡袂牢咯。午餐的价格在暑假换约的时候重新招标，其实价格都定了，所以学校午餐其实风险就在于说价格定了，所以这一整年的这个午餐的这个食材波动，厂商都要概括承受。当然短期可以因应，可是很多家长其实也反映说，当时豆芽菜吃太多了。因为团膳业者毕竟他有他的一个考量，可是如果说像这样的一个比例，就会影响到孩子的一个营养跟健康。业者讲，就只有家己吸收成本，而且业者得占信用，豆菜也是冷冻青菜来应用，也若猪肉也是供应，只是我都遐尼接提供。不过最近若菜甲肉拢起起来，台北市农商工会宣布，2价每公斤批发价对44块起到46块。两个中啊，迄个风太落了，还未恢复再无两大项起，都要搁起2块，还无两好卖啊。农商工会讲，因为菜较贵，所以真侪民众就较接来买鸡卵。对于农粮署的数据来看，过来青菜价数伫8月11迄礼拜，平均每公斤是60块3，到18迄礼拜，继续来到平均每公斤是50块3，60块。短期蔬菜都已经陆续复工完成，来采收上市，大概在我们的9月上旬的时候会更趋稳定。也来过来换地介绍，对7月初开始，平均每公斤106.07块，一直到8月也差不多拢是每公斤超过100块。2更加来到每公斤112.04块，比7月初加贵6块。农业部讲，价数渴望伫年底慢慢回归常态。不过，这也予部分团线业者讲，下学期开学即天实在真歹经落去。记者综合报道。